阮西港灌乡吼有3年1科，到这目前为止呢，已经有经过80科啊，前13科呢，伫咱西港8分公马宫来举行。对第14个开始呢，由咱西港客安宫来接办，一直延续到即马目前。那么上大特色就是讲，伊的文武殿拢完全是自然的。做老吉啦，身体若较无好的啦，就来甲伊拜啦，甲伊下愿啦。上名就是西港的麻油芳啊，麻油鸡啊，落一寡咱的麻糖啊，落咱的麻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啊，麻酥拢有啊。麻油煮麻糖。我们用比较新的设计，然后去让人家表现出传统的感觉。那设计的时候，我们有采用我们西港特色的5个阵头：水珠阵、金狮阵、水牛阵、蜈蚣阵，还有那个白鹤阵。那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我们的金狮阵。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西港挂乡你有听过吗？你知道西港挂乡在明年将迎接第80香科，自1784年以来有将近240年的历史。这个自2009年被列为国家无形文化资产的民俗活动，更是西港居民每3年的一大盛事。今年西港区公所与西港商圈特别规划西港挂乡3部曲活动，首部曲西港文化季本周末将于西港商圈举行，而明年3、4月也将陆续举行2、3部曲活动，让你来西港参加民俗文化祭典的同时，也能有的吃、有的买、有的看哦，绝对值得一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西港区公所林区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西港区公所区长林景汉。咱西港挂乡是得到咱文建会的无形文化资产第2号的迄个认证。所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的活动，所以阮有举办3个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讲西港文化季，就是上商业结合文化，来办一个市集市，搁伫咱的迄个西港挂乡的起源地，伊伫迄个阮8分古马宫有做一个咱的代表咱王千岁爷的迷宫。第2个就是阮西港阮一个金沙里有一个花旗木，这个花旗木叫做。嘛有一个叫3月雪啦吼，花旗木步道每年3月拢会开。第4个活动就是讲，阮看顶头的活动，有分做红、黄、青、绿、蓝、红的系统来练习这个顶头。嘛希望讲各位有闲拢会当来参观咱来阮西港佚佗，来了解阮西港挂乡的文化。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主办今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冷色网球锦标赛，不止伫选手之夜创下全国22县市的议会组织做伙纪录，而且佫摕下10座冠军的奖杯，同时成功的将总冠军留伫台南市，呈现给所有市民。台南市议会拄主办完今年12月9号到11号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冷色网球锦标赛。15号下午由议长郭信良、加议员创全李启伟、周丽珍、加蔡淑惠以及座位的议会干部共同召开成果发表。尤其这届选手之夜，不但创下全国22县市议会同齐参加的纪录，而且佫包办各项比赛的冠军。将团体总冠军留伫咧台南。这个真感谢咱的所有的，包括人事室啦，各所有的那个各组的各成员，在我们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领导之下很认真的将这次的活动办得这么的圆满而且佫用这个呢，另外咱杀出的10座的冠军的奖杯呢，全部拢留伫咱台南市已经做不简单了。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成果，我们会全部呢呈现给所有台南市的市民
为了主办今年的冷网比赛，台南市议会总动员，不但让全国各议会充分感受台南的好客加热情。接续明年冷网嘛将伫3月来举行。议长勉励大家追求自我的突破，希望会用继续拿下队史上第17座的总冠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教育部伫今年4月通知各教育主管机关遵照职业安全甲公务人员安全卫生防护办法，予所属的单位40岁以上的员工每2档补助3500块的健康检查费用。不过，议员王家珍却接到教育界未少的陈情，认为市府并无参照办理，所以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要遵照办理。议员王家珍最近接到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陈情，表示市府无遵照教育部的规定，补助台南市40岁以上的教育人员每2档一届3500块的一般性健康检查，而且佫是一般的医疗巡回检查，无像其他的县市会用提供教师自由选择的机会。明明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台南市的教育做得很不错，可是呢，竟然在维护教师身心灵的健检这个区块，我们变成独树一帜，我们照我们自己非常清淡的做法，就把它糊弄过去了。各县市他们主要是给老师一个选择权给那个公务人员跟老师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他们是一个额度3500元，40岁以上2年，然后设定在那边，然后老师们他们可以去自己熟悉的医疗院所，甚至去针对他自己自己的身体自己了解去针对自己想要的项目去选择健康检查。对此，市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杨志雄回应，市府伫治安甲公务人员安全卫生的办法规定。提供教师健康检查一向行伫全国的头前，进前按照大部分教师推出一般医疗的巡回到学校来检查。如果部分的教师有意见，未来嘛来参考做修改。3500而已，他不想去，他就放弃了。那这样子，其实有些老师也会觉得，那为什么不要直接有车子进来我们这边比较方便？当然这是不同声音我们大概都必须要去考量。那第二部分确实就是说，把3500的招标事项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人数里面去，它是确实是比较规模经济的，这也不会严就是说比较不会像说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法定义务的补贴的方向，它就不会是大家都拿3500有些项目有做有些项目可以选择不做了这大概会不一样。至于补助教师健康检查的费用，现场嘛有大台南家长协会担心，是毋是会去排挤着学生的教育经费？对此，市府教育局甲主计处回应，教师的健康检查是属于福利的部分，原则上是由教育基金来支付，并未排挤学生的教育经费。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民德国中老旧校舍拆除重启，开了1亿1000多万，经过1档9个月，15号正式落成启用。美术班的学生特别将学校的环境、甲府城知名的建筑，用艺术加两个的方式呈现来庆祝。民德国中全校师生所期待老旧校舍拆除重建工程，上午伫献歌队优美的音乐加热舞社热烈的气氛当中，正式落成启用。市长黄伟哲、教育长陈新辉等侪侪贵宾拢到场观礼，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2、1，请揭牌。经过了解，旧校舍已经超过50档，市府争取教育部补助开1亿1000多万来重启，以图书馆作为建筑的核心，希望新的校舍除了成为校园知识的中心，嘛是社区的学习中心，而且新校舍嘛是由学生家己来号名，更有意义。
那云游楼这栋主要是图书馆，那同学我们是票选产生的。那云游楼它的意义就是能够云游书海，那徜徉在这个校园当中成长。那经过蜕变之后，我们能够展翅高飞，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个是大概这2栋大楼它的名称的一个意义。地新校舍落成另外一个焦点，也有该校上出名的美术班学生，用立体机能果加美术等艺术造型来创造家己成长的校园环境，伊伫延伸到附城的建筑特色相当有意思。利用烘焙艺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例如说我们有南科考古馆有我们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文化中心，然后甚至是我们明德国中里面的建筑，从旧建筑到新建筑，那都用艺术的方式，然后用石材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呈现，那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展出。透过多元的媒材创作，都让外界看见美术班学生的创意，经体验到校园不只是空间，嘛是一种深刻的记忆。咱的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迎接创意22周年的嘉南疗养院举办庆祝活动，除了欢喜设计两个，嘛安排侪演出，甲大家同乐。同时，展示配合防疫的重要作为，希望伫庆祝的同时，嘛会当甲民众伫后疫情时代做伙来努力。今年迎接22周年的嘉南疗养院，11号上午举办盛大的馆庆活动。由着以来长辈再来精彩的歌舞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会中也特别表扬表现优秀的员工甲职工。即届的重头戏就是这个象征22岁的生日鸡卵糕，伫贵宾甲以来同仁的见证之下，议长吴文正也代表册下鸡卵糕，期待未来一切顺利。议长也强调，未来将会持续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也会持续努力来照顾台湾市民的心理健康。希望所有民众拢会使好好的。今年呢是一个防疫的一个重要的一年特别挑战特别多这些挑战呢来自这些防疫，另外一个是呢防疫所造成人的一些恐慌害怕。那我们在医院当中呢也把这个工作呢做好，同时让我们的病人呢在防疫期间呢减少恐惧、减少焦虑，同时呢在家庭上、在生活上都能够圆满的过正常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难得，没有大家各位一起帮忙，我们大概很难做。那刚刚跟这个监法院的董院长稍微聊一下，他是在地人他对台南非常的熟那其实在医疗之外，我们也合作包括这个有在这个司法方面也做一些合作，不管是家暴，不管是性侵，不管是药瘾，不管是酒醉驾驶，我想都是我们在未来呢可以再开发的领域。那这也是国家社会安全网的一环未来酒驾是地方上我们会发展的重点那这个方向我们会配合的一个办理那在司法上面我们也会努力的处理那这边还要特别感谢这个在路上的这个社会局局长他们有特别提到我们在安定区呢目前想在成立一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那这个部分呢我会在做更多的社区的一些服务，照顾我们台南当地的市民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最重要的，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呢，也期许我们大家在一起努力一起吼吼。除了配合政府相关的政策以外，嘉南疗养院也成立规个大小型的长照机构的专心医区，希望扩大服务的能量。要让民众看到无同的嘉南疗养院，同时面对疫情也会持续来努力。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伫南区大东路开面店的头家林正峰是新一代少年的创业家。伫成立稳定以后，为去年开始回馈区里的弱势。今年寒冬送暖，更加扩大关境300份餐点等物资，和3个里4个协会，场面非常温馨。小小的拉面店头前客满侪单位，因为该店今年持续以寒冬送暖要来回馈区里，包括东区大福里、大德里、南区大文里、加新世代关怀协会等4个民间爱心单位。会中社会局副局长、东区甲南区区长嘛拢一一出面见证。根据了解，青年创业有成的头家，去年就捐100碗的拉面予里来弱势。今年更扩大爱心公益，就希望唤起各界共同响应。今年我觉得，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然后其实各个单位或是不管是什么人捐款啊，还是各方面，其实都会减缩。然后今年我们就想说，刚好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把这个活动扩大举办，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对，然后希望借由这个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抛砖引玉的，一起有爱就捐爱心，这样。该爱心公益嘛，伫立委林俊宪议员蔡小薇、吕维英的媒合看线，也正预计捐出300份的餐点，加全新的外衫等物资，上午拢一一发送，场面相当温馨。非常感谢我们旭一家的林老板他不是只有自己个人的小爱，更是带动了他全家人一起来关怀社会，捐出他的爱心。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老板。好，谢谢旭一家的林老板这个长期以来对于这个我们社会都相当的关心这已经不是第1年了然后一直照顾弱势。那我们看到林老板的善行义举，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南区也好，东区也好，台南也好，是一个温暖的城市。在这边特别感谢林老板的付出。少年人创业已经真无简单，会当引最资源来回馈社会，更是难得，爱予伊一个大大的赞。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国际之间肺炎疫情犹原真紧张，台南市家长协会副干事长叶明辉为了守护师生的健康，特别捐赠18万片喙安的收纳夹，予全台南市各中小学生，希望用防水抗菌的材质，避免喙安离厝污染，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这款当将喙安的内外层隔开，减少接触细菌的收纳夹，都来当延长喙安的寿命。防水抗菌的材质，买当重复使用，帮助节省防疫物资。身为台南市家长协会副干事长的叶明辉，特别订做18万片，要分送给全市各中小学生。会长嘛示范要安怎收纳，为防疫尽一份心力。我们口罩是不是有鼻梁？硬挺的地方刚好对着口最中间的地方，然后先对折，把这耳带拿出来，就这样，很简单。会中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出席代表受证，强调肺炎疫情也未结束，大家拢一定要持续做好防疫，好好珍惜每一片喙安的资源。共同来守护师生健康，这是非常实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可以重复使用，第二个它是抗菌的，所以说我相信能够保持口罩的整洁，避免口罩2次污染。那尤其你要说疫情已经到了这个终端了吗？还没有。我相信疫情在我们打完疫苗之前，都还必须要戒慎恐惧。好不容易我们前半年，我们这1年来2020台湾做好了这个疫情防范的工作。但是千万不能在最后10分钟或最后1里路出现状况。国内疫情虽然稳定，不过国际之间依然相当的紧张，所以一定要知影如何善用资源来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人心关怀协会成立以来，每当拢会固定举办关怀活动，到即马已经8档，拢唔捌当过，也得到社会各界肯定。所以今年的活动也去引进加济社区、学校等爱心人士共同加入。人心关怀协会赞！成立8档的台南市人心关怀协会，长期关心弱势族群。
提供社会急难救助金、弱势学童课后辅导以及弱势家庭双重补助等。经伫咧每当岁末年终之际，固定办理寒冬送暖活动。今年补助的对象是东区一日看家收以及独居长者，为发送生活物资、棉被等，希望会当让弱势朋友感受到社会温暖。今仔阮天星快社会吼，甲咱东区区公所，来举办一小木年终的大领导讲活动吼，感谢咱局长吼陈胜男这带活动，拢咱全力的支持吼。最希望台湾今年帮助的是低收入户，个1、2款咱独居老人，因为寒天要到那个一寡民生物资，尤其是即摆愈来愈冷咱今年特别关注咱棉被，互大24大人感受到咱社会温暖。东区区长陈胜男、议员曾信凯、蔡小薇也拢非常肯定人心关怀协会善心付出。物资的筹措都是整个他们会员的自发性的捐献，并没有对外的那种募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照顾弱势的长辈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现象，会使讲伊个需要帮忙的人，拢会使感受到咱这个温暖安尼。袁良理事长，结合了我们的和乐公益协会，大家一起来到我们东区，针对我们的1、2款以及我们的独居老人呢，给予寒冬送暖。真侪东区里长、爱心团体因为认同协会善举，也拢加入寒冬送暖的行列。其中甚至有自由工商学生来帮忙，原来是因为受到自由工商学长周元良理事长的感召。学习学长的精神，然后出来关怀老人，然后做公益。做公益哈。那今天大概准备了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准备了那个杯子蛋糕，都是你们自己制作的吗？对。人心关怀协会岁末年终关怀活动，连接社区、团体、学校以及各公益团体，形成爱的循环，为社会创造温馨。协会希望会当借此带动社会更侪人加入关怀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17度到23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